超常儿童之中确实各路神仙。精中选精，优中选优，我都没见过这么有天赋的孩子。一个大一个小的，从小到大。经常会有人问我做的这个东西有什么用，我就非常直接告诉他没有用。他说你有可爱，特别可爱，所以我喜欢他们。你就是我的师傅，好拜见师傅。不想早睡，早睡的都是些普通人。觉得一个女孩子不应该喜欢这种。你认为女孩子应该喜欢什么呀 ？Hello Kitty。芭蕾舞是贵族的艺术，贵族是什么？它不应当只在高雅的殿堂里。天崩地裂。他爸爸恨不得把他宰了。他说我没有活下去的动力了。他就这样说。3、4、5、6。我已经发现另外一个神奇的小孩了。你看看，你不是唯一了。好恶心！我现在我鸡皮疙瘩都起了。我知道我怎么喜欢的。哼，没人理我就没人理我呗。对于你来说多重要？和生命一样。